家具的展示厅，各式桌椅充满原始艺术感的设计，全都出自范阳田范阳武的巧手。这个柜子我们就叫收藏台湾的味道。打开这种味道哈，就觉得很舒服，说不上来的舒服。从小跟着爸爸做木工，木材就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樟木、榉木、檜木，每块木料都是活生生的历史。空气中弥漫香芋的芬芳，连蝴蝶、蜻蜓都被吸引而来。我跟一只蜻蜓同坐在一张椅子上很久了，它也丝毫不受我们的影响。别致的蝴蝶结设计成卡榫，紧密相牵，把不完美变成完美。这对兄弟党从拆迁的古厝，把珍贵木料保留下来，一件件琢磨，重现光华。依照它风化的程度，你要辨识它是樟木、榉木还是檜木，还是其他的杂木，你当下就要判断出来。所以见花不是花。从家具创作领会人生哲理，范阳田范阳武希望每个家中闭上眼睛就能享受芬多精，多点生命力，多点温润的质地。整电动肉意思，这是海陆枪，这真的很有意思。那4线版呢？真劲动有意思，真劲动有意思，真劲动有意思，真劲动有意思。